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4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3篇，利未记25章第1节到第9节，启示录19章第9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实。耶稣基督伫古井边甲撒玛利亚妇人讲话时阵，耶稣基督甲伊讲，敬拜上帝当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。以色列人追求上帝，却拢是用家己的角度，毋是用上帝的角度，所以因伫这个西奈山下面，就制作偶像，并且掠做讲，迄个就是带领因离开埃及的生命。透过摩西，上帝命令以色列人着爱守节期。今仔日的经文包括着这个安息年啦、喜年啦，以及拄着一寡安息年的问题。无论是守什么款的节期，其实重点毋是节期啦是爱对心底真实来敬拜上帝。利未记25章第1节到19节，上主伫西奈山吩咐摩西，就对以色列人宣布：恁进入我赏赐恁迄个地了后，土地伫第7年就为上主守安息，袂用得耕作。6年久，田园拢通种植，葡萄园通收种，出产通收成。第7年，土地就要完全休困。为了上主来守安息年，这个田园毋通搁种植，葡萄园毋通收种，家己发的五穀毋通收成，无修种过的葡萄树嘛毋通收成。今年是土地的安息年。安息年土地的出产，拢要互你甲你的仆人、女婢、请工、寄卡伫恁遐的外族人，甲精神，以及伫你的土地遭受做食物。你着算7个7年，就是7个安息年，总共49年。迄年的7月初10，就是赎罪日。你着派人伫全地分扫角，恁着甲第50年分别做成，伫全地拢着向所有的子民宣布自由。这个年是运回的年，恁买来的土地也着互还互原主，买来的奴隶也着互伊转去伊家己的家庭。第50年做恁运回的年，毋通种植，地家己发的毋通收割，无收种的葡萄园毋通收成，因为迄年是运回的年，恁着甲伊分别做成，恁通食土地家己出产的土产。这个运回的年，恁逐个人买来的土地着行原主，恁同胞中间互上买卖土地毋通相边。若对同胞买运回的年过了后，年数通减起来，卖主着照你后一摆运回的年还有剩几年收成的年数来卖互你。年数若济，价少若悬；年数若少，价少若低。是照收成的总额来卖，恁毋通相偏，只有着敬畏恁的上帝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，着切实遵守我规例甲命令，就会当伫迄个所在安居乐业，地嘛会出产，互恁食甲饱。伫迄个地久长来徛起。特别是伫迄年的规定，迄人是真实的敬拜上帝的人，真心顺服的人，迄是做袂到的啦咱继续来看到约翰的话，伊提到着遐个受邀请、受呼召参加羊羔宴会是有福气的。
天使讲，这是上帝真实的话啦。就好那参照耶稣基督所讲的，上帝是一个灵，敬拜伊的人，就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。用真实的敬拜来敬拜上帝的人是有福气的。启示录19章第9节到第10节。后来天使甲我讲，你着写起来，受邀请参加羊羔宴席的人真有福气。天使阁甲我讲，这个是上帝真实的话。我就趴伫天使的脚前，甲伊拜。毋久，伊甲我讲，绝对毋通我甲你以及遐个持守耶稣见证的人，拢平平是仆人。你着拜上帝，因为耶稣的见证是先知受感动所讲信息的中心。因为主耶稣就是迄个真理，也就是通到伫永远活的道路。所以，咱着应该爱用真实的心来敬拜伊，互咱的心内有上帝，领受伊真实个活的救恩。诗篇53篇，愚人心内讲无上帝，因拢腐败做可恶的代志。要甲一个做好，上帝对天落来看世间人，要看有明理追求上帝的人啊无。因逐个人拢行袂路，平平变做污秽，无人做好，连一个拢无。做歹的人兼拢毋知，因吞食我的子民，亲像在食饭。因无求叫上帝，因伫毋免惊吓的时大惊吓。因为上帝有将包围攻击你的人骨头压散。因会见效失败，因为上帝气杀因。愿以色列的拯救对色安出，愿上帝带伊受领的子民倒转来，迄时以色列会欢喜，雅各会快乐。主啊，又搁真搁活的上帝，愿感谢你所享受的救恩，求你坚固福阮，坚固阮，福阮会当真心来敬拜你。用阮的性命真实来学乐你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